新乐病院骨科医师吴成汉表示，近年来因为国内运动风盛行，前十字韧带长期的患者有哪来哪侪趋势。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长期会造成关节的无稳定，长期落来容易造成软骨加半月板的受损。现在会用透过微创的重建手术，就会用恢复正常的行动力。十字韧带重建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稿下面一般我们所谓的成功不成功，一般因为这个是需要运动，所以一般在讨论十字韧带断裂的部分我们都比较常见一些运动医学的杂志上面去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常见的成功率就是说，这个病患回到赛场上的几率有多大？因为开完刀之后，只要关节够稳定，基本上它都可以够他用一辈子的。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那所谓回到赛场的几率，当然就是分他的他的运动的层级不同。如果是职业运动员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大概是60%到80%啊。那如果是业余的运动员就会比较高一些，大概都在80%左右。所以就是根据他运动的差异的不同，那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病人会断裂。再断裂，那再断裂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是年轻啊，因为年轻我们越喜欢再去运动，再去运动之后受伤的比率就有可能。那部分第二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本身合并有半月板的破损，那其实这个也蛮好理解的，它过去本身就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受伤，所以说它重建之后失败率比较高了。那第三个当然是跟它的解剖构造有关系，一般女生比较容易再破裂。医师强调，重建的选择。过去拢是对变旧的韧带，不过现在拢是选择后腿肌的肌腱，不但会用减少手术后的痛痛，现在美创大约动工就会用利用四支架落来行路，减少手术后的关节僵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